年底到啊，民间团体清查今年台北市府伫咧社会福利的政策甲成果，提出民间版本的社会福利政策白皮书，内底有针对着儿童、妇女甲老人等等39个议题来探讨，所发现着市府敢若对老人的福利有明显的改善。 台北市社会福利联盟12月21邀请60多位社福代表发表民间版的社会福利政策白皮书，内容针对儿童、青少年、妇女、老人甲身心障碍者5大类提出39项议题，来检视今年台北市府伫咧社会福利这方面的施政敢有改善。其中，联盟理事长特别指出，政府伫咧儿少福利方面做较少，要搁加强。社会这个老化。 所以政府对这一方面的重视以及资源的投入是相对的比较多，但是儿童少年是台湾社会的将来，各个层面都有需要加强的部分，所以我们今天提出这样的一个记者招待会来呼吁，希望政府能够重视。 另外，联盟嘛指出，这39项议题当中，敢若伫老人福利内底有一项有明显改善，就是卫生局有照卫福部的指示，改善社区整合型服务中心收案的工作量。那阵一个个案管理员超过120件服务的 case， 就委托给其他的民间社会福利团体。 个管人员就维持在120个个案，长照中心就设置在500个个案以内。如果超过这样数量的话，除非我们增加人力，或者是他们就会再继续找外面的资源来协助。所以这一块是卫生局给我们很友善的一个回应，也是非常有进步的部分。 台北市社会福利联盟指出，这份白皮书是受100多个民友团体实际的工作成果整理出来现状。伊嘛呼吁讲，社会福利牵涉的范围，毋是干那一个社会局就会当解决，呼吁台北市府会当建立跨局处合作的模范。记者卢尚如、林孝凯台北报道。